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花。这个花就活的意思，像讲月头，咱就讲花头；毛倒转来的意思，像讲为外国倒转来，咱就讲花国。另外，一来一个去，咱讲是花用花手；假使若是改变想法，咱讲花心转意。若答复，咱讲是花福、花批、失调，咱讲花调，就是拒绝、提示、谢绝的意思。算一件代志、一个行为，或者是一个动作。长篇小说的单位，咱嘛讲是一回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咱看到，这就是回复，也就是答复回批的意思。第二个词回头，就有倒转来的意思，嘛会当讲是一款觉悟了后改过自新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拄出业去引头路，头一间公司本来回复讲已经无欠人、无亏啊，买手看到阿明遮尔有专业的经验，佮回头来找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回提供予大家参考。